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哦。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一起来敬拜，然后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先用华语的。我尽心走永活更新的路，我尽心走永活更新的路，我尽心走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在变。我尽心走永活更新的路，我尽心走永活更新的路，我尽心走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带起来。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日耶稣应许的成就引带我。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日耶稣应许的成就。搁一遍来。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我踏行的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日耶稣应许的成就引带我。耶稣应许的成就引，搁一遍来。耶稣应许的成就引带我。咱拍鼓归荣耀过来上帝。每一天，伊引带咱行新的路，阿们吗？因为你每一天行的拢无同款哦，你每一天也要经历不一样的恩典。看似好像无路可走，但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他就是那一条永生的道路。当你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念一遍，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台语来，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这位上帝是要给你恩上加恩的上帝哦。来，我们用台语来念，来。当时洗礼约翰来犹太的旷野地传道，伊宣扬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因为天国快实现了，就在我们当中，其实已经实现了哦。那是施洗约翰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救恩，透过洗礼来领受。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是因为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伊伫咱做有罪人的时阵，他就赐下恩上加恩，他赐下他的怜悯，还有他信实，就是定义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好像施洗约翰，后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样？要改变啊，要回转悔改了哦。”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伙来祈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感谢他是赐给我们恩上加恩的上帝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恩典丰富，主啊，在你有怜悯，有慈爱，有管道，有道路，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主你有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永恒。先来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互阮会通伫你面前徛会牢，是因为耶稣基督替阮来赎罪，收拾阮永远的救恩。对伊的丰富，阮领受是恩上加恩。天父上帝，谢谢你，
你给我们有一个赎罪的管道，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耶稣，就是上帝要拯救，定义要为我们付上代价，使我们人生有出路，使我们的命运可以改变。不是我们做得够好，而是出于你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愿你深述在今天的礼拜当中遇见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领受洗礼，进入到你的恩典，并且恩上加恩。我们献上感恩，愿你赐福，让我们众人都回转归向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这回来为了咱自己为了我们身心灵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用华语的来。上主啊，求你医治我，我就康复；求你拯救我，我就会安全。你是我所要颂赞台语来。上主啊，求你医治我，我就会得到医好；求你拯救我，我就会得到解救。你是我所先知耶利米，伊伫遮宣告。这位上帝会通医治伊，会通拯救伊，伊要将恶乐归给伊。这位神是可以成为你的，或者是不是你的，只是别人的。当你在听到别人的见证，我被医治了，我被供应了，我被带领了，我被安慰了，那是别人的哦。你可不可以像诗篇23篇这个？大卫这个作者他说：“耶和华是谁的？”当你宣告说是我的，那就是你的。当你确信他，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咱要来祈祷。这5项其实是代表咱的全人哦，咱的灵魂体，以及咱所需要的。所以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咱哦。互咱会通领受伊的恩典。如果在场的兄弟姊妹，无论你坐咧，还是你愿意徛起来，我就是有需要。你特别宣告：上帝啊，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的供应者。缺乏的、需要被医治的，你可以站立起来哦，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长老哦，要为你来做；我们的牧者要为你来祷告哦。我们要为了自己。你跟他心思啥人知，讲互伊知，靠耶稣的名，阿们。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给我们一个领受恩典的管道，领受医治供应的管道哦。如果你需要被服侍，你就勇敢的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奉你名，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的供应在缺乏的人身上。主啊，愿你的怜悯来服侍。主，我们的长老去服侍吧。长老。赏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上帝，你听我的祈祷，你也祝福我，我会通伫遮来经历你是迄位享受万行美好我的上帝。这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后世百物的神，你是要将一切好美伫耶稣基督内底，将天顶特有属灵的福气，拢要享受我的。主，我感谢你，我诚心来恳求你的医治。恳求你的供应，恳求你的安慰，恳求你的赦免，
恳求你伫阮的生命中间，赏赐阮有对天而来的智慧，会通得到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经历成为你儿女的丰富，成为你儿女的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最后，咱要为着注意底下的手帮，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所以，咱要做伙用上帝话来发语来。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地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代记的。我搁甲恁讲，恁中间若有2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祈求，我的天父拢会甲因成全哦。天父拢会甲咱成全，是爱同心啦，是同你的心，也是同我的心，也是同天父上帝的心。当然是照天父上帝的心意，不是妄求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特别是今天有9位，有4位成人洗礼，1位坚信礼啊，然后有4位的信仰告白。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他们清楚知道受洗的意义，是与这位上帝、甲这位上帝有建立永远的一个约，甲迄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带到永恒的。这个关系是一直到永远的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初信能够迈向成圣，因为坚固的信心会当互因抵挡面对变化的世代。为了这一些的事工、主日花会小组，还有核心同工的退休会，特别我们为了松联大学来祝福。让12月10号松大主日还有毕业典礼，这一次好像有好几位要毕业了哦。感谢上帝，透过我们的委员，特别是透过光复长老张娟老师他们夫妇，他们真的是愿意成为奴仆服侍，神赐福他们。我也看到他们从呼求、恳求。神给他们所求的，愿主赐福哦，福势无空空了哦。管主来说，透过这一些的小组的陪伴关怀，我们透过松大的这些关怀，其实好多这些弟兄姐妹也信了主。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牧师来祷告，让我所传讲的真理可以帮助你们，可以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愿你赐下你的圣灵，充充足足，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你的圣殿。充满在你的话语，愿你灵浇灌我们，愿你的圣神充满在你的背时，充满在你所起造的、你所创造的。愿主你来使阮赐福帮助阮，我真理叫阮得到自由。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你是阮幸福的源头。当人敬畏你的时候，就得到智慧。智慧要互咱成做天国的百姓，上帝你的囝儿。有智慧，互阮知影，阮抓掉迄个束缚的源头，毋是抓掉迄个束缚的管道。愿主你使阮束缚。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遇见你，赐下你的圣灵。你的圣灵如何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他受洗的时候，我也恳求你将你的圣灵就浇灌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你的话语成为力量，成为帮助，让你的话语成为安慰，成为扶持。谢谢耶稣，今天早起我的礼拜要恭敬交托在你的恩赐，
愿主你家己甲阮三同在，阮也要做伙用书读圣经、使徒信经，阮要来告别阮的信仰，讲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苏鲁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面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我就世转被上帝大名，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成果公堂的教会。圣徒会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请起立来吟圣诗222首，上帝做咱代代帮赞，吟全首。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上帝，你是世世代代阮的主，阮的倚靠，阮的关台，阮的仰望，嘛是阮幸福的源头。
阮感谢俄罗你大宽容以及你无限的仁爱。主上帝，阮恳求你怜悯阮是土阮所做，时常因为种种的因素来绊倒，所犯的罪，互阮甲你疏远隔离。即马阮将所犯的罪过摆咧伫你的骹前，恳求主你来赦免，洗清阮的污秽、拉残、罪过，搁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来跟对主的脚步。主，你是全能的主，你知最近这段时间，世界发生真大的战争，特别是罗西亚甲乌克兰。以色列甲巴勒斯坦，造成无法度计算的死伤，双方的百姓陷落入死荫山谷内底。国际种种活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全世界拢感受到不安。愿恳求主你来显出怜悯甲仁爱，紧紧让和平搁再临到。白上帝每年1月也要举行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愿恳求主你来赏赐全国的百姓有智慧来做出正确的判断，无受各种的假消息、无正当利益的影响，会当来选出真正为台湾百姓安全、福利以及发展的总统甲立法委员。我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引带你所设立伫这个所在迦南教会头前的脚步，会当成做祈祷甲出口福音的教会，互这个社区甲经过教会门口的人，拢有机会听到福音，领受到主你的救赎。同时也鼓励众兄弟有愿意受装备训练的心志，欢喜付出代价、付出时间的代价。来接受装备，来提升灵命，会当甲主的关系日日来亲密，活出主所赏赐每一人的命定，来迎神悦人。今仔日要洗礼、献信礼，甲信仰告别兄弟，嘛恳求上帝你继续赐福伫因，开启因的心窍，明白主你的旨意，一生跟对主上帝，活出丰盛的生命。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请坐。此时要来教读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后面。第59篇，也是对罗马书第10章来，我来启会众来引。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世人中各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一人袂抵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切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尼啊水。毋过，毋是所有人拢顺坦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只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为和平的祈祷，为和平的祈祷。
这是来共读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wat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饱足。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为着我的缘故，人甲恁侮辱、迫害，讲逐款歹话诽谤，恁真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真大。恁以前的先知嘛捌安尼受迫害。以上，这是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尤胖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天国子民，天国子民。我们同心祷告，当心来祈祷。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你的圣神若甲阮同在，就会开阮的心窍，帮助阮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入伫阮的心，就改变阮的性命，改变阮的命运。愿主帮助阮，甲阮同在，与我们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今日咱真欢喜，会通伫这个所在，透过洗礼圣礼典。来帮助这兄弟姊妹、这些弟兄姐妹成为上帝的百姓、天国的子民。到底你是要得到福气，还是你要成做这个身份？这是甲咱所领受的有关系。伫美国最近的乔治亚，这Free Church， 这个自由教堂。伊有办差不多1礼拜的这个特会，伫这个特会内底有大量的人进入到教会，这些群众就涌入教会，然后在那边参加这个复兴的特会的时候，有数百人他们就信主了。另外，伫这个密西西比州也有一个所在这布兰登的露天剧场来举办，差不多有1万人左右的聚会。伫迄场的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大概有1400人、1400人来信主。伫边仔的这监狱也是这学校，都看见复兴的景况。唔免怀疑，这是最近所发生的哦，是伫美国检测迄个信仰渐渐在消退。你看加州竟然禁圣经，我常常问人讲：你有没有花过美金？有开过美金的举手一下。你有用美金消费的？你有没有注意看？你是看1块、5块，还是50块、100块？啊，是你会通注意讲，伫伊的即个美金，伊内底有写啥物 ？In God we trust， 就是阮相信上帝啊。你唔通干那顾 shopping 啊？你要看讲，这个美金会当成做世界强势货币有的原因啊。但是当人远离了神，甚至要阻碍上帝的福音，甚至要进圣经啊！我们看到加州啊，我们看到好多地方啊，
我们看到这些的敌对神的，他们所面对的是怎样？所以今日伫福音书内底，咱所看哦，耶稣出来，咧呼召这门徒竞选，然后特别对这证人、对众人，伊要伫一个呼吁，来啊来啊！亲像洗礼约翰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怎样？悔改，为人作刺杀的，你知道？我是安怎就悔改？我靠我家己就好，我是安怎就悔改？但是有很多人，就像这个密西西比或者是乔治亚州，这些人听见福音就回应啊。有12个学生跟对耶稣，所以透过这些学生，要甲群众讲，恁会通成做什么款的人？耶稣在呼召这些人讲，天国近啊，恁要悔改。是要爱咱成做什么款人，还是恁敢若会通得到福气呐？对啊。所以耶稣应许的天国福气，不是天国的子民会得到什么，而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你成做什么款的人？连面咱会看这圣经都要听过、读过，对不？如果你有注意看华语的。华语的是现代中文比较白话的翻译，讲你会通成做，用天国是你的，还是讲你会通成做天国什么？今仔日题目啥？天国子民。你人成做有这款的身份，你会通甲你所享受的特权，你的享受的权利特权是有关的。内底佫有讲到，你会通成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囝儿，这个是甲继承权有关啦。所以咱在听的时阵，咱来听清楚，上帝是爱你得到福气，还是上帝爱你成做什么款的人？上帝毋是干那爱互你得着福气、得到福气。耶稣在呼召是讲，你爱成做什么款的人？你若较巧。你就会选择我要成做什么款的人，因为这款的人的身份会通继承。我若是王永庆的囝，对不？我就冒死安尼，对不对？但是无拄拄啊，因为咱看迄个家族纷争啊，对不对？所以咱来想看觅，耶稣要应允讲，某米人啊，你爱安怎做？因为你是上帝天国的百姓，有啥物款的道理要提醒咱？其实伫遮要提醒咱，上帝的百姓毋是要得到啥物，是要成做啥物，才会带来后壁咱成做啥物款的人，是因为你对天国，耶稣咧讲上帝国近了，天国近了，你是毋是当有想象？这个天国若是亲像即马以巴战争安尼，迄个国你要去无？如果这个国若是好的无比，亲像这个保罗讲哈，我伫两难之间，我在两难当中，我选择什么？与主甲主做伙嘛。为什么？因为伊对迄个国、对迄个环境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想象。所以天国子民要成为怎样的人，是透过天国的憧憬。这憧憬就是讲，你对未来有一个真好、真水的想象，伫迄个所在，亲像启示录讲啥？特别咱咧安慰人，哇！伊去的所在无搁再有哀伤、病痛、死亡，对吧？迄是一个图像。是一个图像，是一个未来的憧憬，所以你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受洗改变他们的身份，因为身份是因为什么？牧师要甲因问讲，恁有信上帝，你们要信上帝作为你们的天父，要成做恁的天父无？
耶稣基督会通成做你的救主无？圣神会通成做你的保惠师、保惠师无？当因讲我愿意，还是讲我愿意？你知道那个改变是改变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身份，改变他们从可以继承或者是不可以继承的事实。所以今仔日咱们透过这段圣经，耶稣伫迄个所谓的八福山啦吼，我徛上悬的啦吼，伫右边迄个吼，这个所在就是八福教堂，就是耶稣伫这个所在。哦，啊，注意看，迄看无恁啦，迄是我带新增教会去的。哦，啊，我找到这张所在就是耶稣伫遐讲，来啊来啊，灵性贫乏的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伫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起一个礼拜堂，哦，八福教堂啊。今嘛讲做一个观光点，但是咱若有机会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象说，哎呀，我真有福气！我现在站在这里，就好像耶稣在那边，耶稣底下讲，恁若安怎就真做有福气的人。恁为着义，恁温柔，恁谦顺，就会通真做什么款的人？无去遐嘛无要紧，因为耶稣讲我甲恁三同在。你若相信耶稣就伫这个所在，他此时此刻是在这里。那如果你相信，不一定在那边，因为在这边你也感受到我与你同在，你是可以成为有福的人。透过今天的洗礼，你们可以成为天国子民。你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福气里面成为继承的，所以今天咱透过安尼要认捌，我们要认识到底你是在信啥啦？你信的耶稣，你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你很清楚吗？可能我们从一个面向来看，我经历到他是医治的。可能你最近经历到在缺乏当中，你欠亏中间，哇，他不断的供应，让你不用烦恼啊。可你经历的是，我唔知要娶什么某，要嫁什么翁，结果他给你一个意向，让你嫁好翁，娶好某，所以娶一个好某，较赢安怎？所以要娶某爱啊，人讲娶某爱看娘咧，这场好唔好哦？所以做场咪爱怎样哦，对吧？所以这台湾的小姑真正有伊的典故哦。所以你要得着福气，你要看这位父亲是怎样啊？他可以给你什么？他是全能的吗？还是他只是有限制？而你要想成为这样的人。你要讲做一款的子民百姓，今仔日若甲你讲，你要讲做一个国家吼，啊，这个国家在战乱中间，讲做迄个国家，你要移民无？你可能讲我无爱，可能当咧战乱，你讲你袂无，我无爱。现上帝嘛，呼召咱，也是竞选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咱无选择权嘛。但是你是不是爱这块土地，以这块土地为荣，或者是你就是想出去，赶快离开这个？因为每一天常常都会被恐吓，每一天都有军机在那边帮你巡逻，连选个总统、选一个总统，咱嘛感觉讲，在媒体那里遐讨厌。我们看到这些人可以为了利益分分合合。你做正的，我做副的，过来敲别好势。但是在天国又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天父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你在他的面前，你要成为怎样的？你要有什么款的条件？你要有什么款的品格？什么款的态度？才会当处理这个身份。最近
我咧办这个签证哦，10月底会去泰国上课。最近听讲泰签唔免啊，但是阮已经客出去啊。哦，旅行社打电话来，阿芝小姐打电话哦，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说好消息哈。好消息就是泰签即马免签啊。坏消息咧，1700块已经出来，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有小姐摆个乌龙，所以竟然给你申请夹在那个台胞证里面，所以你的台胞证5年已经下来了。我安尼嘛好啦，安尼免开迄个1700块去泰国的签证，但是我另外有什么？有呆胞证。我们真的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嘛，对不对？我们想成为的是一个拥有自由、拥有盼望的一个国度嘛。世上的国度拢安怎无完全啊？今仔咱会处伫天国子民，摕天国护照，迄是足荣耀的代志，阿们吗？所以今仔咱来想讲，你要成做天国子民，有啥物款的挑战？啥物款的挑战无？你要改变啥无？你知影叫你一世人拜遐济对无？我过去讲可能行安怎，有拜有保庇，无拜行安怎？今仔要干哪叫我拜一个？我要开始改变呢，对不？我要改变那观念。过去可能有神拜甲无神，连户顶过去老大拢那个门槛啊，户顶啊，你不能随便站在那边，对不对？因为户顶有啥？户顶神可能顶悬有户神，我知。所以啥物嘢拢有神啊，有灶神，即摆咪变亚述罗神、电子罗神，还是迄个啥？维普鲁神，所以人真正是在中间咧找神，所以我要成为天国子民，你一定要有做一些的调整改变嘛你一定要将你所信的，你要很清楚。所以讲做天国的百姓，你的灵性要开始转化这意味着中你要认识你自己，过去可能拜错了，拜不对了，所以我要改变些。我们来读一下来，台语来。伊宣扬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所以其实是在当时我们现在知道已经实现了所以底下就是要承认，要认识到你的无能，你的不能，然后呢，你需要改变。因为我靠过去可能所认识的这一位所谓的神明，我没有办法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所以大家赶紧拜，加拜下拜。但是这里在提醒我们，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干那改变心意哪定啦悔改是爱安怎？离开罪恶，不是改变心意，要离开你现实的状况。不是我来信耶稣有代志我过来拜。啥物讲，啥物讲？你这样被改变讲，我要离弃罪恶，全然转向这位上帝。所以，互你有属神的思想、想法、情感、意志。我无过在伫7月的时阵出门，哎呦，唔知出代志呗，唔知惊抢着。听讲咱遮有相好的无？想法讲袂使去看人安怎生囝袂使人怀孕的，你袂使去为什么？惊讲会白虎吞胎所以你就会怕了，你就会惧怕，你就会怕这些冲煞。但是灵性平缓，你觉得我真的有限制，所以好，我转向这位神。来帮助
让他自己有属神的思想。第二透过这一些的转向，可以帮助我们开始调整。我甲过去靠家己啦，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所以就是如果你靠自己的行为，就会骄傲啊。我有才调啦，所以我靠我家己。阮去外国佚佗，迄个导游讲啊，我信了2种，一个什么教？钱教，有钱赚我就；一个是睡觉哈。我们信的是什么？你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很多人现在全世界第3大的族群信仰族群是无神论。他觉得他靠自己啊，这是傲所造成的，好像罗马书第1章看不见上帝，明明伊都有存在，不把他当神来看，所以就是照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拜。所以骄傲是阻挡人得着恩典哦。来，咱来听华语的来。然而上帝所赐的恩典更为丰富，正如圣经所说。上帝敌对骄傲的人，是恩典给。那表示你谦卑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恩典。但是你骄傲，这个恩典是什么？门都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骄傲是以嫉妒的心，可能要去追求各样的事物。骄傲的人希望以拥有他人所不能享有的为傲。所以你也感觉我有啦，你无啦，所以骄傲就是安尼产生了。这样的人就沦为跟世俗一样，所以上帝要阻挡的就是这样，是要让你很谦卑来寻求，所以天国是他的，他要成为天国的子民。现在很大的族群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所以他们眼中无神。这是要提醒我们。第3个是，如果你要成为天国子民，你要除掉心里的这些的苦毒啊。所以苦毒里面在提醒我们，苦毒会引起嫉妒，也引起纷争。所以嫉妒是因为他人有自己没有所引起的悲伤，或者是感慨。所以，当你心里有苦毒，苦毒原来意思嘛，就万分的意思啊。你没有办法去饶恕，苦毒就在你里面，里面啊，真做天国百姓。所以，咱要真做天国的子民，要调整，先要调整我们心思意念，就是安尼啊。你要改变嘛，你要真做这个国家的身份，你就要改变你的想法。你的身份就要改变，你的做法就要改变。你要面对圣经所讲的为义受逼迫，等你为着义，这不是咧讲世上的，这是咧讲，当你为了上帝国在传讲，你信靠他，然后你传讲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可能被家人、被其他人所怎样唾弃，或者是伤害、逼迫。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承受这一些。信耶对不对？信耶稣会遇到这些可能怎样？如果另外一半没有同性，那个信仰的信啊，不是信啊哦。那可能你要信靠耶稣，会有一些的拦阻啦。我们也看到嘉丽的先生有来了哈 ，OK 哦。会来表示怎样？你有同意了哈 ？OK， 很真实的，因为这个信仰如果可以帮助我们家庭的和乐、彼此的相爱，不好吗？当然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勇敢的面对这些的挑战呢。这里比较在讲，他在讲的是讲，你为着福音的缘故，在传达的时阵，会受到一些的阻挡。那你就是有福的。所以底下
第五个就是讲促进和平了，因为有8幅了，时间的关系啊，其他我们自己看哦。这几个就是其实很重要，你要面对可能纷争，这个争端可能会带来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所以我们来读箴言15章，台语来。歹性地也去冤家，无快受气会互三钱煞。哦，歹性地当然行到地就安怎？你若做法，你若性地啊气牙安尼对，一定会安怎？到处惹争端呐。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那个谦和或是温柔的人，他们要承受上帝的国、上帝的地图、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满足。所以这拢在提醒咱的条件的哦，还有其他的哦，你自己去看哦。牧师只是把这些比较重点的，特别是那个关系哦，伫这个关系是咧讲啥？我会通亲像耶稣互人甲上帝有一个管道和好，所以耶稣来成为我们跟上帝的和好，对不对？管道。今天我们成为天国子民，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们所展现出来信仰的调整态度，还有生命，互你的生命，互厝的人看到，信耶稣袂歹，无我嘛来看卖安尼，你知道？好，上次有一对夫妇就这样哦，先生啊，今天好像没有来哦。先生陪太太来面谈，面谈完哦，大家想一想，无我嘛心煞细咧，我早晚的啦，安尼早晚哦，因为跟他面谈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哦，他开始去思考，这位神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啊，他就当下做了这个决定。我说你确定？不是一时的感动或是冲动，我想这些弟兄姐妹哦，你们是不是一时的感动，还是真的是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所以天国子民是要第一个要承认灵性的贫乏哦。所以你觉得你不够，有的人就说我做搞。所以当你承认你的软弱，灵性贫乏，这个是虽然不排除这样就是在客观的物质方面的缺乏，但是这里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着重在我们信心、我们的灵性里面，我们自觉我们自卑、卑微、无助，单纯的我可以仰望。有的人迄个死性地就是安尼，我就是靠家己，我安怎。但是聪明的人都是安怎？你就先靠神，你不要等到走投无路才要靠他。你会开足些时间、足些精力，可能金钱，你要教会乖哦，才会通来挖靠上帝嘛。还是讲你较巧的，我就是怎么样？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就先来求问你嘛。哦，优先顺序搞对了。我说这是第一个，所以上主安怎？上主伊要亲近什么款的人？这位来读华语来。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所以拯救心痛会人。等于你觉得自己不够来到他的面前哦。第二个，为自己的罪忧伤了所以伫遮上帝要加做因的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或者是说悲伤的，为什么悲伤？是为罪来悲伤、懊悔。所以这个所在，上帝的天国就要全然展现那个赦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哇！所以你相信的话，你接受他，让他的赦免就展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此处的哀痛，或者是种悲伤，可能甲当时因受到
压迫，底下有关系。当耶稣在此宣告说，当天国来临的时候，上帝必救助你来被欺压的人，你互欺压的时，你要底下来得到公义的一个安慰甲补助。第三个我们要看，就是说，在谦和或者温柔的人，你跟人的对待，你是成为一个霸凌者，还是你成为一个被霸凌者，或是你可以很好的跟人有一个好的接触？谦和的人都没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什么？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哦，因为上帝要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伫遮讲，咱看讲有伊原来意思了哦。那温柔还是谦和，伫希腊伦理学的鼻祖哦，亚里士多德，伊咧讲哦，温柔的人总在对的时候发怒，从不在错的时候发怒。哇，很受教，你知道吗？哦，我再讲一遍哦，温柔的人或者是谦和的人，总在对的时候发怒，从不在错的时候发怒。那呢？温柔跟我们的自我控制是有关系的哦，以至于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间表达你自己的方式。你在亚述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哦，这些的军队政客有钱人他们为了要夺取土地或这些的权利，他们可能会动用武力。去抢夺、去抢啦，所以这些谦卑的人，在迄个时阵可能被视为无能为力的人，往往他们没有立锥之地，检采有这款的窘迫。但是耶稣对无同款的上帝国的角度来看，讲你若为着安尼来谦卑承受，然后上帝在他的国显现的时候。你们虽然看是一无所有，但是你们要成为一无所缺的。就是讲，当天国近他们将要承受，因要领受啥？永远的地面上可能无，伊要承受永远的土地，还是讲这个产业。所以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了。所以咱要怎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就从我们的想法到我会通调整袂。我通亲像耶稣一来，就是要互人甲上帝有一个好好的关系无。所以为义受逼迫，是讲饥渴慕义的人，其实这个义，对我感觉这翻译真好，就讲实行上帝的旨意。饥渴慕义，其实中文的翻译，实行你较无你要做上帝心意的时阵。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因为你愿意实行上帝的旨意，然后不在乎这些吃喝。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在提醒哦，那些为传讲与遵行天国的义遭受迫害的人，天国将归他们所有，因为天国在乎公义的彰显。所以天国要有什么款的人，就是你较无要传讲，你较无要行上帝的实行伊的义，就是互人会通来到主的面头前的。这人是要称做上帝的百姓。所以咱来想讲，如果我们受洗之后，你可不可以成为渴望实行上帝的旨意，在你的家，让你的亲人可以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这个耶稣改变我的生命。可能过去安怎歹性地，但是现在我可以要生气了，要骂歹处的时，你就开始动一条，然后自我控制，然后就不说了。我讲过，过去有一个会友，他是性情中人，在社会摆烂，信主之后，你知道在外面跟人家见面，开口就是三字经跟他请安，他们是觉得那是问候语。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老师爱你赢的吼，歹势我怎么信耶稣吼？你知道那个生命，他突然想到我已经信主了，
所以我不要再讲那些不好听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你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啊，这款的人哦。所以观念有，但是实行出来，不要单单听到，要怎样？你要行出道理啦。最后一个吼，就是要提醒咱讲，咱若促进和平哦，促进人甲人中间的和平，就有福气啊吼。我们来读台语的来，促进和平的人，真，因为因真做上帝。你知道这个古近东希腊罗马文化吼，在迄个文化中间吼，真做上帝囝儿这个儿子的名分吼，我拄好讲甲继承权有关系。迄个继承是因为这个关系，你人生长老，你的财产你会分予啥物人？三个囝，三个囝有挂查某囝无？有啦吼，即马有啊啦吼。嘿，较早无呢，无啥物地位咧吼。即马就种拢共款对无？为啥物要分予三个囝？三个吼后生查某囝？因为关系嘛，你知道？因为有这个关系，我才能够有福分来继承。今仔你甲上帝有啥物关系？所以透过等一下的誓约。我有承认上帝做我的天父，所以这个父子的关系就是取决于你可以继承后面所带来，你要真做有福气的，天国是你的，你要承受土地，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提醒就是：第一个，促成和睦的人，应追求天国所在乎的事。你甲人的中间的和平，是你要促进互人认捌上帝国的代志的。啊，这个人要称为上帝之子。第二个可能，因为他效法了耶稣，伊愿意看无家己舍己，成为和睦、促进和睦的榜样。我愿意因为耶稣，我愿意安怎？下面我愿意接纳，所以呢，促进人甲人的和平。伫遮最重要的是讲，我有甲人亲像耶稣共款，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这样的人，他要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日，咱有这个身份，你们拥有继承权，你们可以领受耶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是因为你的身份，所以你可以继承，你可以领受。好，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促成和睦，同时要包括效法耶稣，带领罪人来悔改，让万有与神和好。阿们吗？今天我们做的这些社区事工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德福的姐妹，她要信仰告白，原来她也是基督徒。我们也是初信的，我们有年轻的，有年长的，都有，有90岁一直到17、18岁的，15、16岁、16、17岁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第一个，我们是不是相信说，这位上帝，当你在受洗，你有没有相信他是一切福分的赐福的源头？或者是我只是信靠其中一位？你相信吗？第二个，我愿意是一个行动，是表达有一个行动，我成为上帝天国的子民哦。好不好？我们坐着，用这首诗歌哦，我们来回应哦，能不能？好不好？给我这个，你能不能领受永恒的福分？你可不可以跟主讲说，我可以永远在你的福乐里面？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
我还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是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我们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再一遍来，能不能？主，我们能不能在你的爱里面？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是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全心要来爱你，是吗？是真的吗？还是我们碰到我们的环境的改变，我们就变心了？主圣灵提醒我们，起初的爱，爱神的心，起初对你的疼。我们要借着与主同桌，领受饼跟杯，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也看见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站在主跟众人的面前，跟灵界的面前，他们要来宣告，要来立约，能不能在你的恩典里面，直到永远？求你的圣灵自己来印证，求你的圣灵自己来感动，求你的圣灵自然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求主圣神只是来感动，因为若无圣神的感动，无人会当称耶稣你是主。感谢主，互阮拢成做你天国的子民。永远伫你国度福分内底，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时阵，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要来吟圣诗354首，我们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圣诗354首，我们要来唱1到2节。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请成人洗礼的侍卫来到前面。
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像当时彼得他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我今日也要如此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免的印记、表象，还有这个印证，又要表明从圣灵来重生，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陈瑞麟、许嘉丽、叶家珍、高金香，你们要受洗，请你们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你们来回应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你们相信上帝作为你们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相不相信？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遵行？愿不愿意？好，瑞麟，口罩可以先脱起来哈。等一下照相的时候，请跪在，来面向十字架。陈瑞麟，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神要转换你的灵性，与圣灵对接，领受属天的智慧。神要使用你，成为更多人祝福的管道，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许嘉丽，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神要透过你的领受救恩，成为你家庭全家归主的管道。神要祝福你有智慧，在你的家庭成为神要助这个家庭的能力的安慰的和睦的管道，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可
OK。叶家珍，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爸囝圣神的名。上帝要使用你，伫你所接触的人，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上帝要使用你，互你所接触的人会当因为安尼看见上帝伫你生命中间大的作为，来挖靠伊、信靠伊、靠耶稣的名。阿门。口罩要不要戴起来？高馨香，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父子圣灵的名。神要使用你赢得这世代的儿童跟年轻人，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的生命要被神大大使用。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在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够成为这世代年轻的榜样。靠耶稣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来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阿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施恩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你愿意使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愿意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灵性贫乏，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愿意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你的心意，所以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回转，因为天国就在我们当中了。谢谢耶稣，接纳他们成为你家里的人，赐福他们有上帝家里人的样式，活出神你的荣耀，赐福他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来，你们向后退，然后面向群众哈。来，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小会员来接纳。瑞林的属
伴哦，属灵伙伴，我们请永成兄来，那个要就向前一点，这样好吧？来中间，来，请你们3位。来，佳丽啊，来，我们来台上好了，台上站上，照相。来，家珍的，来，上来这边。来，我们会有那个洗礼的证书了哈。来介绍一下了哈，介绍来这边哈，瑞林的太太哈，这样等一下要信仰告白哈，哎，好，啊佳丽的爸爸妈妈哈，永存兄、朱伟姐，还有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儿子哈，寿恩啊，请站立起来。请坐哦。啊，家珍，老公在那边哦。哎，临时来的哈，他有来就好哦。他有上帝的感动了那个好，另外。金香的妈妈、爸爸，还有就是亲人，好不好？都在我们当中，有吗？好 ，OK， 我们好，没关系，要回座了哈。对，好，回座了。好，请我们再拍手来祝福他们哦。有人要歌送了无？
私下送了哈。我们要来唱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我们要来举行坚信礼跟信仰告白啊，这个一起啊。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这些弟兄姐妹站在我们的面前，是在幼儿有洗礼，或者是在他教派已经受洗，今天要领受坚信，还有信仰告白，加入这个信仰的大家庭。让他们有份，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主内亲爱的阮和宇、洛奇、张恩辉、张瑞泽、金吴秋玉，你们幼儿或者是已经在他教派受洗，连结于主耶稣基督，成为教会或者是他教会的会友。属于他，上帝的恩典，使你们在信仰能够坚固成长。如今，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承认，父母之前所立的约，或者是在其他教会所接受的信仰，今天很清楚再重新立约，告白你们的信仰，归属他，奉献自己给他，重新立誓，一生一世服侍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我劝勉你们，必须告白你们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请你们注意听，来回答。你们相信上帝作为你们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不相信？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能力来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不愿意如此行？愿不愿意？我来宣告：你们在幼时或者是在他教派已经受洗，这时你们自己已经告白你们自己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份于主的筵席和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伫逐世代、逐所在来竞选人来归向你，来接受你的恩典。但你也互这兄弟姊妹，因家己深信倚靠，承认你是因的救主，天父甲圣神真做因的保惠师。愿主，你互因伫宣告中间改变的身份，领受你所要赏赐互因的福分。天父上帝引带因一世人的道路，无偏离伫你恩典的路。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你们向后转。
我们请小会员来接纳。来上礼物哦。来，我们那个先在旁边，好吧？来，往这边，往这边。来，往那边。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好，来，较过好不好？再往那边。来，我们上台哈。OK， 好。上来，来，哦，谢谢，好。恁口罩，我要脱口罩。这90岁啦，90岁，甲拍婆啊是。来，一起，恩辉哈，恩辉，他爸爸也是牧师的哈，在别教派。好，在那边，来，洛奇。上来，好，可以，好。来，等一下，来，拿不动了啦，来，妈妈先下去，她是跟妈妈的。等一下会后，我们小会员跟家属都可以来这边照了哦。对，
哲兄家人有都在儿童牧区那边哈。好嘅，好，邱玉杰今天早点不来了哈。OK， 好，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哦。好来，恩辉啦哈，就是她老公瑞林啊。OK， 有啊，品玉哈，就带领他哈，我们的会友带领他哈。来，那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有来不？好来，阿公阿嬷，那个爷爷奶奶，在那边哦 ，OK。好，我们再次拍手来祝福他们。好，请回座。我们要来唱圣诗356首，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们来举行圣餐。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是属第一的教会陪餐者，咱会通三甲来领受圣餐。如果你已经受洗、坚信、信仰告白，你可以一起来领受主的餐。如果在场的还没有受洗，请等一下，你暂时不要拿，不要接受。愿主也赐福，让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一同来得着上帝的恩典赐福，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够成为天国子民。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养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囡仔着无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因。”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个同在。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予恁，就讲主耶稣互人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食了后，也盘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因为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的应许。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有拿起饼来祝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伙来感谢，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阮的主，阮幸福的源头。伫阮做罪人的时，你为着阮来牺牲，你成做阮的赎罪祭，来付出，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亲近上帝。伫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怜悯。愿主上帝施恩赐福，保守看顾，也借着饼跟杯的圣化，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不只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可以促进人跟神有和好，能够领受永恒的赐福。谢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你的圣神来感动阮伫祈祷内底伫念念我们领受的中间会得到上帝你的医治、赐福甲你的恩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请小委员来服侍。请咱摕着饼甲杯，我们就自己祷告，求主在我们的需要上面，伫咱的需要的顶面，你对也恳求，你需要医治，重新得到快乐，你需要安慰，你需要上帝智慧引带你头前路。拿到饼跟杯，你就祷告，你就祈祷、恳求、感谢。代表伊的身躯是为着咱拍破的，咱特别这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我们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愿意舍了我们的生命，愿意付上代价，为了就是要得着我们。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咱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主跟我，等一下还没有吃，代表伊甲咱三个同在的印证。我们先拿着，然后还没有领受，还没有吃哦。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的约，是一个新的恩典之约。我们喝的时候。”记得我们是恩典的后代，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唔知各有兄弟姊妹还未摕到的无？后面还有没有拿到饼的？
知道还没有弟兄姐妹、兄弟姊妹，你是已经有洗礼，信仰搁要更新的，还未摕到饼，还无摕到杯。事情还没有，事情。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主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基督辛苦，为了让拍破。这杯是新的约，是在基督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咱做伙来领受。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交过来。咱边有一个垃圾袋，你会当小传者吼，我们可以装在这个垃圾袋里面。咱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要表明的就是主的死，搁我伊的应允，甲咱三同在。咱搁一遍来祈祷，再一次来同心合意的祷告。先来主，阮感谢你，互阮做伙同齐来领受甲主同齐道的机会。搁一遍提醒，搁一遍来想思阮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主赐福，因为你是赐福的源头，让我们紧紧抓住你。一生走在你的恩典之路，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